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台语的金曲歌后詹雅雯，拜六暗时伫台北的小巨蛋开演唱会。演唱会特别来宾是卫福部长陈时中，两个人来合唱着《想厝的人甲恋情海》。阿中部长的歌声如何呢？做伙来听。 你无看唔到，伫台顶唱歌开口十足，这个人就是卫福部长陈时中，伊是用台语金曲歌后詹雅雯邀请伫小巨蛋做伊的演唱会嘉宾。陈时中的歌声有一种沧桑感，虽然讲节拍无一定准，不过这是陈时中头一摆做演唱会嘉宾，真特别。詹雅雯嘛对伊讲出心内话。 讲过3字，拢互所有天下女人感动甲流目屎，甘愿介意。今仔日，阮某会讲话哦。多3字，林确诊。陈时中讲起讲，惊因某会生气，詹雅雯嘛滚酸就你讲，看到阿中部长人气遮悬，想要甲签来做艺人。签来做艺人不得了，绝对大红。 所以，伊即马是我公司上大咖的新人。陈时中难得无穿西装，改穿较轻松的牛仔裤，伫台顶唱歌，嘛互人看到陈时中的另外一面。我是。